先甲夫妇一下。可以先说。门窗打开。外面，等我们都到外面等，好不好？那就我们去外面。扶一下。扶一下，我们到外面等。可以吗？可以起来吗？到外面去，全部带出去。下楼梯后。可以下楼梯的先下楼梯。学长可以这个先下1楼吗？好，来，你要不要我背你啦？赶快来。他的那一台，那个。没吃那个吗？是那个。等一下哦。没关系，你先拍。可以吗？我先准备80个哦。可以吗？来，你要不要直接趴在我身上？趴着。哎，你直接趴着。好 ，OK。本所同仁接获民众报案，称说疑似家里有瓦斯中毒的情形。本所同仁随即通知消防人员立即前往救援。经消防人员前往该处的时候，使用瓦斯侦测器发现该处的瓦斯浓度超高需要立即撤离。随即由本所的同仁及消防人员分别以背负及搀扶的方式将人员救出经送医之后发现无大碍，经事后当场查认的时候发现应该是使用那个热水器使用不慎所造成的瓦斯中毒情形。